拢讲行行出状元，伫英国的 London Tower 有一个人是专门咧照顾英国王室的守护神，也就是乌鸦。伊是历史上第6个负责人，为着要照顾这阵乌鸦，伊还阁爱上一寡专门的训练课。人就是这个秀雅的莫菲纳良，56岁钱德勒是伦敦塔新上任的杜鸦大师。普隆市的工作就是带皇家军卫军仪仗卫士团，饲甲照顾这寡伦敦塔守护神。The legend of the ravens here at the tower states quite clearly: if the ravens leave the tower, a disaster will befall the monarch, and the kingdom will fall. 杜鸦守护英国君主的传说起源已经唔再是当时开始的。听讲，17世纪的国王查理二世是第一位正式下令伦敦塔爱甲杜鸦留落来君主。根据传说，伦敦塔乌鸦的数量将维持伫咧6只。惊讲这寡杜鸦会飞走，所以因的毛拢有修剪过。守卫团也会加饲几只准备。钱德勒伫咧海军陆战队服役24年，已经被派驻海外，退役了派驻伦敦塔，是史上第6位杜鸦大师。一贯性上课训练，知影安怎照顾鸟仔。They're probably one of the most intelligent animals there are. Absolutely fabulous. Sometimes here, too clever for their own good. But yeah, for me, that's the attraction of them. 定定啊，这款杜鸦斗阵，钱德勒发现每一只鸟仔拢有伊的个性，因为瓦棍人类也真无客气的甲游客是要赶走，袂说敢若一个切客囡仔共款真热，定定做出一寡互你真意外的代志，因故也互钱德勒伫咧上班的时阵较有代志做。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。